大家好，我係阿比，今日就講3月遊戲短評同感想嘅上篇。3月玩咗12隻 game，咁今集咧就集中講住8隻輕策小品類嘅 game 先。第一隻要介紹嘅係 Mindspace， 一隻簡單 roll and write 類遊戲，個背景好似 Inside Out 咁啦，版圖係個人腦嚟嘅，遊戲過程咧會填滿唔同顏色落個腦度，以代表緊唔同嘅情緒。遊戲玩12輪，先擲色去界定呢輪每款顏色嘅磚塊圖案，然後玩家揀一款磚，按翻佢顏色游落版圖上面。遊戲當中咧亦有啲共同目標嘅，越快完成就可以 claim 多啲分。新一輪就會掉走最後張磚塊卡，開一張新，確保後續翻出嘅卡咧會留喺場內5次。最後計分就按翻每款顏色嘅得分條件去計，扣埋最大面積嘅空格位，最高分贏。我玩2人局嘅，咁覺得有少少運氣嘅調劑啦，揀唔同磚塊放盡力去 gen 高分咧都有趣嘅。不過因為遊戲冇咩互動啊，動作亦都好簡單啦，重複太多次之後咧，令遊戲後期覺得有啲悶啊。而咁個遊戲最大嘅脆弱位係佢依賴住6隻唔同顏色嘅水筆進行遊戲，啲顏色係各自配翻佢粒色嘅，咁其中一隻色斷物冇物咧都係要再買過，係啲可以試但係唔想擁有嘅 game 嚟嘅。咁隻 game 30分鐘內就玩完啦。整體嚟講咧，覺得作為過場 game 都唔錯，咁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嘅。咁講開水筆 game 啦，我其實好中意玩 Werewolf Ink 個藍色盒個版嘅，但說來慚愧係咧，其實我冇玩過佢實體嘅，只係喺 BGA 上面玩過好多場。我對於佢規則簡單又可以砌到一條好靚嘅交通網，刷到高分出嚟咧，覺得好有滿足感嘅。自我感覺良好之下咧，就參加咗 BGA 上面啲錦標賽啊。見到對手砌到突破我想像咧，真係學到好多嘢。咁因為線上好好玩嘅關係咧，就想買翻盒啦。但係無論喺香港或者當年去 Essen 咧，都只係揾到紅色盒版。紅色版咧，我亦喺 BGA 上玩過嘅。咁但係我就唔太中意佢熔岩或者隕石呢個主題啦，因為隕石會炸爛我啲路啦，而熔岩旁邊起路呢件事實在太唔合理啦。另外佢都好似有黃色同紫色版啦，咁我就冇玩過啦。基於我有限嘅體驗啦，咁我建議大家玩藍色個盒都已經足夠噶啦。不過咧，我再過咗一段時間啦，一 search 見到啲實體玩家畫啲馬路鐵軌畫得這麼醜，心諗自己畫咧應該都係差唔多，就打消咗買嘅念頭。又係啲值得試但唔想擁有嘅 game 嚟嘅。第二隻要介紹嘅係幸福的絲線，一隻 deduction 類不對稱對抗嘅卡牌遊戲。遊戲個背景幾得意嘅，有個叫8日香嘅女仔咧，有日執到個潘多拉嘅盒子。打開之後咧，詛咒就圍繞住佢個宿舍，一連串嘅殺人事件就此發生啦。和諧好嘅關係咧，所有死亡都係用幸福去取替嘅。宿舍其中3個女仔咧就會變傳遞幸福嘅人，即係黐線佬。而收到幸福嘅人咧，死得極其慘烈。玩法好簡單嘅，遊戲最多得5個回合。一名玩家開始前咧，暗手抽3個殺手，按照殺手卡個落手模式去殺2個人。一輪一個殺手咧，只可以殺1個人。到最後回合，如果可以咧，係要殺3個人嘅。而另一方嘅玩家咧，就要從受害者嘅位置推敲到邊3個係殺手，去放一個監視 token。受監視嘅人如果係殺手咧，該回合係殺唔到人㗎。只要3個標記放啱晒就贏 game。隻 game 我覺得都可以體驗下嘅，都幾有趣。不過咧，做揾殺手嗰邊簡單得多，因為隨住越死越多咧，就排除到越多人，揾落都容易好多啦。又或者開頭隨便監視3個人咧，都已經捉啱1-2個㗎啦。而殺手嗰邊咧，開頭會抽3個殺手位置啦，地理位置黐埋一齊咧，都已經好難咁遮掩到痕跡啊。所以咧，佢係屬於一隻啱新手玩輕型版運氣類嘅 deduction game 嚟嘅。但玩得多呢類遊戲嘅朋友咧，就應該會覺得呢隻 game 太簡單啦。第三隻要介紹嘅係 Magic Maze Tower， 係一隻兒童向嘅家庭遊戲，背景延續佢上一個系列啦，就講5個英雄偷嘢，所以俾人拉咗去高塔要脫逃啊。遊戲總共有15關，每隻英雄咧都有佢獨特嘅技能去解謎嘅。玩法同 set up 都簡單，放個迷宮嘅版圖，平均分方向卡俾玩家，將英雄放翻去相應顏色嘅格上面。遊戲期間玩家係冇得溝通嘅，只可以根據自己張方向卡移動英雄嘅方向。只要完成佢嗰關嘅條件，再全部英雄到出後咧就一齊贏 game。我之前冇玩過 Magic Maze 嘅系列嘅，咁今次純粹體驗咗教學同2個唔同難度嘅關卡啦。佢個背景咧都好兒童向，再加啲角色有唔同嘅技能，都幾得意嘅。咁設計都幾好啦，版圖都有個 QR code 方便你 search 翻每關個答案。咁我覺得佢會係隻同小朋友一齊玩唔錯嘅 game 嚟嘅。但係對於2個大人玩咧就太過簡單啦。雖然我聽講咧後續啲關卡係比較難嘅，但我同智障都冇咩耐性玩到太後啦。所以如果想同小朋友一齊玩下 board game 咧，呢隻我覺得都值得一試嘅。但係受眾咧只係得大人嘅話，我就覺得可以 pass 啦。
第四隻要介紹嘅係 Boop， 一隻玩法簡單嘅二人 abstract game。每人開始咧都會有啲細貓輪流擺放，只要3隻細貓以直橫斜嘅方式連成，就會變成3隻大貓返去手上。而佢放貓嘅方式係放嗰格附近只要有貓，不理敵我，啲貓都要彈開一格。不過細貓咧係撼動唔到大貓嘅，邊個最快將3隻大貓連成一線就贏。本身開 game 咧見到佢將沙袋質料嘅遊戲 map 咁高質已經深感不妙。不過遊戲簡單規則得嚟咧，你推我撞之下連成一線都唔容易啊，算係一隻複雜少少嘅井字過三關啦。可能本身都幾中意 abstract 類嘅遊戲關係啦，咁玩落我都幾欣賞嘅。咁作為過場 game 或者同小朋友玩咧都唔錯嘅，咁有機會可以體驗下 BGA 上面都有。第五隻要介紹嘅係 Spy Family Mission for Peanuts， 一隻有 IP 嘅小品桌遊。玩法同情書差唔多啦，都係外面自己有一張牌，手上有一張牌，每人抽一張打一張牌，發動張卡嘅能力或者取代自己台面嗰張能力，同動漫角色都掛鈎嘅，例如若兒可以殺對手啦，細佬可以捉黃昏等等。勝利條件呢，一係死剩一位玩家，一係計大家手上同台上張牌邊個組合大啲就贏。遊戲玩落都幾歡樂嘅，咁玩法真係情書咁啦，所以冇咩大特色，體驗過就算啦。仲想補充埋啦，佢可謂一隻典型嘅 money grab 嘅 game 啊！有個好 IP， 平凡嘅玩法，盒驚一支茶咁高，但係打開咧只係得沓卡仔。佢嘅配件咧其實用 Skull 個盒仔咧已經裝得完㗎啦，買得咧都係真愛嚟㗎啦。第六隻係 Toy Battle， 一隻二人對戰輕鬆小品，玩法非常簡單，一場咧平均6至8分鐘已經玩完㗎啦。每人起始手上咧都會有幾隻角色牌啦，到玩家嗰陣可以喺牌堆抽2隻角色，或者放一塊角色喺自己屋企隔離個起始點，再發動角色嘅技能。角色有幾張1至7嘅數字，加張無敵鴨仔。技能例如有行多個行動、抽多2張牌、消滅對手1張手牌等等。除咗角色馬騮之外咧，玩家放任何角色都一定要連到屋企條 path 嘅。咁如果放個位有其他玩家嘅角色咧，就一定要用比佢大嘅數字冚喺佢上面。另外地圖上啲路咧圍住所形成嘅格仔都會有星星嘅，咁只要星星周圍嘅格放晒自己嘅人咧，就可以拎該區數量嘅星星。而贏嘅條件有2個，一係連到條由自己屋企去對手屋企嘅 path， 一係就鬥快拎到場上一定數量嘅星星。我喺 BGA 上面玩嘅，咁覺得都幾有趣啦。佢有抽角色嘅運氣調劑，遊戲節奏變化都好快嘅。輸咗咧好快又可以開場新啦，咁玩落都幾上癮。不經不覺咧我都已經玩咗20幾場噶啦。雖然佢角色就係得嗰幾款啦，但係佢有好多唔同款嘅地圖啦。咁每塊地圖都各自有佢嘅特色，例如有啲格咧會限定某啲數字嘅角色先可以放，有啲中路嘅格仔會廢咗一啲角色技能，有啲可以復活死咗嘅角色等等。我覺得作者都好有心設計唔同款嘅地圖去增加遊戲嘅變數同埋重玩性。啲地圖設計平衡啦，而且玩家唔會得一個策略去贏嘅，咁要按翻地圖嘅要求考慮翻適合嘅策略，玩落都幾爽快，大家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最後呢2隻 game 咧都因為遊玩人數嘅關係體驗一般，所以簡單分享算啦。首先介紹嘅係 Robot Crash Arena， 一隻好簡單嘅 deck build 對戰遊戲啦。咁玩家起始牌庫有10張牌，每回合手牌5張，打完就抽翻滿。揀角色之後咧，輪到自己就可以打啲卡出嚟用。卡主要分3款顏色3類，一係電池，可以用嚟買更強力嘅牌或者用喺版圖上移動；2係攻擊牌，打其他玩家用嘅，咁有遠程近攻。3就係啲能力牌，例如可以抽張卡直接賺1分補血、移動多幾步等等。當扣到其他玩家血量或者起始嗰陣喺地圖嘅9宮格內咧都會有分加嘅，死咗就會翻去復活點復活。而地圖上亦有啲技能板塊嘅，只要開槍企喺上面就會觸發，例如有補血、買牌平一電、掉牌等等。打到按人數要求數量嘅藍色 cube 冇晒嘅話咧就完 game，最高分贏。我覺得呢隻 game 呢啲卡技能非常淺白，基本都係有啲可以拉人埋嚟推開人咁嘅技能啦，好容易理解，因此亦非常容易上手。加上死咗呢，下輪又可以復活繼續打落去，死咗都唔會太有 hard feeling。咁所以我覺得佢好啱新手玩啦。咁好可惜我只係玩咗2人局，但係我哋咧就冇按佢說明書嘅 setting， 即係用一沓 deck 控制2個角色，因為覺得好似冇咩意思，大家都係專心行同一隻。咁一個場得2隻棋咧就顯得太大啦。其中一方蝕底啲做主動衝埋去，衝得過去嚟咧都差唔多等於送頭。
所以體驗就覺得一般啦。但我相信呢隻多人玩應該會唔錯嘅，場面熱鬧啲啦，大家都會想搶尾刀，因為打死對手會有2分。大混戰之下呢，可能打死 A 轉個頭就俾 B 打死，歡樂度應該都幾不錯。加上我覺得佢啲 artwork 咧都好 Q 好靚啦，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嘅。最後要介紹嘅係 Guardians of Atlantis 2啊，係一隻卡牌 team base 向無運氣成分嘅對戰遊戲。咁呢隻就冇咩 deck build 元素啦，純粹係每個角色有佢嘅特色牌組。流程上咧，每人都會玩4 turn 嘅，咁每 turn 大家暗手出牌，按卡牌加角色嘅速度咧睇玩家嘅先後發動次序。卡牌都提供咗唔同嘅技能或者攻擊力等等嘅。咁玩家通過打敗 NPC 或者敵對嘅隊伍賺取經驗，從而喺完4 turn之後咧升級自己手牌同埋特性。特性咧例如血量、攻擊力、速度等等。個遊戲方式咧好似啲塔防 game 咁啦，一開頭咧兩邊啲 NPC 會喺中間 spawn 嘅，作為 battle zone。咁完一輪咧就結算 NPC 差距個數值。例如紅色有5，藍色有3，差距有2之下咧，藍色就要移除2隻 NPC。當最大嗰隻 NPC 被移除咧，就可以想像推塔成功，將成個 battle zone 轉移去近輸咗嗰邊嘅版圖，繼續打落去。勝利條件有3個嘅，一係打到敵隊嘅血量歸零，另一個就係推塔成功，即係打贏一次推咗個 battle zone 近對手屋企嗰度，然後再贏第2次。第3個咧就係當 final wave counters 移除咗之後，邊隊推塔成功就即贏啦。咁呢就係玩4人局快 game，即係每隊4滴血加3個 wave counters。又係覺得咧人數太少，顯得個地圖太大，好似成日咧都喺度行路咁。同埋呢隻 game 咧，了解對手卡牌非常重要，睇邊個行先都幾關鍵嘅。咁我體驗嗰場咧同對家近戰啦，好彩係因為咧佢唔知我張卡個打牌速度數值咧，所以我打死咗佢。佢嗰隊後續發展咧簡直係萬劫不復，得4個人咧死咗1個又冇人補位，佢行得嚟我哋已經差唔多推完塔去下個鐘。最慘係我哋仲打 NPC 升晒級，得佢仲原地踏步，所以我覺得呢隻 game 要多啲人玩啦，咁個平衡先冇咁容易打破嘅。另外啦，就一定要了解對手同隊友嘅卡牌，否則咧好難做到預測同埋防備。呢度都需要花多啲時間嘅，尤其是紅色同金色牌啦，因為金色都係啲角色嘅獨特攻擊技能，而紅色係攻擊牌啦。咁大概知道對手幾大力，先知有冇能力可以做到防備，定係應該走為上策啦。同埋遊戲好似冇個起始角色推薦組合啊，我覺得整翻個會比較好嘅，因為大家都喺眾多英雄隨便2抽1揀過嚟做，有時成 team 揀咗輔助型咧，想打大力啲都好難。同樣出卡嘅對戰咧，令我諗起上年玩嘅 Black Rose War Rebirth 啊，對比上 Black Rose War 戰略上比較有趣，一次過要安排晒成輪嘅卡咧，有時俾對手推咗下打咗下，成個部署就廢咗，呢點咧都幾有驚喜嘅。咁呢隻短暫嘅測試咧，我暫時覺得係玩法冇咩驚喜嘅閒打對戰 game 嚟嘅，太過單調啦。不過唔排除佢再多啲人玩，用唔同角色組合同埋熟悉唔同角色卡牌咧，會玩出遊戲想帶出嘅效果啦。因為佢的確有好多角色可以試，咁所以短暫嘅測試咧，我就評價唔到呢隻 game 住啦，有待商榷。咁唔知玩咗呢隻 game 嘅聽眾有冇啲咩特別嘅睇法呢？咁3月上篇嘅感想就大致分享到呢度啦。剩翻4隻 game咧，就後續再講。多謝大家收聽，之前我哋下集再見，拜拜。